Pinky，我哋上集討論過高級品牌對彩色寶石嘅興趣，咁點解彩色寶石喺投資人眼中係逐漸成為咗一個值得長期持有嘅資產呢？咁彩色寶石咧，之所以俾投資人視作為一個長期嘅資產咧，其實有三大因素嘅。第一啦，主要係源自於一個稀缺性同埋供應上限嘅。咁喺傳統優質嘅產區，例如緬甸紅寶石啦、帕拉伊巴、坦桑石等等嘅礦源咧，其實都逐步枯萎緊。而新礦咧又發現得好少喎，咁所以令到咧頂級嘅一個天然彩寶嘅供應量咧係好難以去擴大嘅。第二點，天然彩色寶石嘅獨一無二。因為天然彩寶咧入邊有特殊嘅一啲內涵物啦同產地故事，所以令到係獨特性咧係更加不可複製嘅。而近年嚟咧，寶石嘅價格咧其實都係一直穩健上升。喺2025年到2026年咧，多次嘅國際拍賣會入邊咧，大多嘅優質彩寶咧成交價咧甚至乎係超越咗同級嘅鑽石，所以反映出咧其實市場對於稀缺價值認可嘅。第三點，隨住全球高淨值人士咧越嚟越重視一個資產嘅多元化，天然彩色寶石咧因為容易收藏同埋傳承嘅，所以咧就被視為一個長期嘅投資品。喺香港嘅市場咧，我哋亦都觀察到咧有類似嘅趨勢，越嚟越多嘅 client 咧，佢哋會將寶石咧納入喺自己嘅投資項目入邊嘅。我哋已經整理好具投資價值嘅寶石資料，如果想知道嘅話，留言 Gemstone，我哋就會 send 俾你。下集再見。